出来，兄弟姊妹平安。平安。阁是一个好天气哦，虽然有当看最近拢有预报讲天气会下雨，啊，毋过感谢主，有人伫主日有一个好天气，凉爽，袂啥烧热。咱来串联诗歌圣诗23首，伊这拢总60节，所以咱唱的时候爱注意。你看，伊拄开始写135，所以1唱了唱后边的2，哦，遐有一个挂符的安尼有无？2、4，哦，啊2唱煞，搁转去3，3了后再讲哪4了搁转去5了搁接迄个啥？哦，23下骹6有无？哦6直直唱到刷落第2破表了，都要跳转去上尾抓，怎样实现你的天国？哦，这人就看到，伊是赤鸟的主，伊是海洋的主，彩虹的主，所以伊是转世星神的主，所以伊是造天地的主啦。上帝就是造天地的主。哦，啊伊安怎？伊为着咱安怎？嘛是十字架的主，互梦变空的主，伊是安怎？四国外的主。哦，所以伊上尾句是啥？怎样实现你天国？咱怎样来实现上帝耶稣伊来到这世间，伊要互这天国会当才实现？要安怎实现？靠咱大家来做，咱做伙来唱，来。爱昂的主，动车其实的主，愿做抓有来敬拜，愿着抓有来学乐，继续。地当的主，王的主，地盘扫高的主。着抓有相在行，愿着抓有来呼救。跳喺头前，彩虹的主是给主，何望变康的主，愿着抓有是稳定，愿着抓有来感谢。要我的主，必听的主，明明浪主的主，愿着抓有求关顾，愿着抓有的我命。头前出边，主边的主，边的主，永念修正的主，愿着抓有现人啊，愿着抓有救和平，万世的主，心边的主，主边人民的主，愿着抓有现你咯，跳喺上尾。抓有是现你天国。感谢主啊！这首诗歌真水哦。咱来看看圣诗188首，上帝圣经内面有一项极奥妙的代志，伊启示地上万味，就是主的荣耀。啊，早时罗卜阿伯拉罕，伊来传播这个福音给咱，所以咱甲阿伯拉罕共款是受拣选的，要创啥？要传播这个福音。阿伯拉罕遐传来到咱遮传落咱，啊，咱安怎数咧安怎？敢会使停喺咱遮袂使？咱搁会传落去，互较侪人拢知。咱的隔壁厝边，咱的厝的人，咱的同事，咱的社团内底的朋友，咱拢会传互伊。第5节，伊则搁讲着安怎？现时主的盛会，
伫社会伫活动，对主活命的话，拯救世间正人。所以，咱即摆这个时阵，咱的教会共款，咱爱怎啦？关心所有的这社会的代志，咱会当在这个社会伫活动，甲主的活命的话传出去，来拯救较济这个世间的正人。咱就安怎会使来入来教会的人啦，继续留落来，继续来听道理，会使得到拯救。后来咱唱第188第1节甲第2节，来。上帝圣经来明，我只行叫奥妙，开始的就万民，就是主的荣耀。第2节。早是天的哈郎，罗巴阿别拉，我主阳光很黑，我来传播咱来看圣诗108首。伊讲着啥？咱爱伊来唱进来，上帝耶稣基督来啥？伊来唱进来。第2节喏，伊来唱信心。第3节呢，伊来唱望。第4节，伊来唱和平。所以，伊才有讲着，伊来唱，伊是为咱啊，伊来为着咱来死，耶稣基督。所以，耶稣基督来到这为咱死。是要带来啥？忍耐、信心、望、甲和平。所以伊迄第2部表啥？伊国外真恬静，才都小停一下。要创啥？互人用心来领受耶稣基督来到世间，伊受苦难、受定，对人的意义。所以咱唱到这都小停一下。咱来同做歌手，唱出俄罗的圣歌，来宣扬主耶稣上帝伊的名。咱来唱第1节，甲第2节，来。伊来唱进来，伊把我唱进来，伊是唱进来，伊讲我。伊来唱信心，伊把我唱信心，伊是唱信心，伊讲我真恬静，这信心免煞那下做歌来唱，你甲我当作歌手。所以这写做歌来唱，你甲我安怎，拢会做歌手。你讲我袂晓唱歌，嘛是爱唱咱用俄罗的声唱出这个诗歌来引带人信耶稣基督。咱快来看圣诗401首。这个调咱拢识透这歌词，咱就唱一解看卖全能上帝保守祝福来。我全能主上帝，保守祝福永无退，说平安完全平安，更心勇敢度万难，也抱仰望主的名，永受恩典。
所以主守事的平安是啥？伊只第一才有看到是完全的平安。所以咱有啥物艰苦，有啥物状况，赶紧来到主面前，伊就守护咱完全的平安，坚心勇敢来拄万人。咱今日诗歌团练到这，咱陪伴心。请大家备办心来敬拜上帝。哈利路亚，称赞上主，着感谢上主，因为伊至善，伊的慈爱煞到永远。做伙来吟圣诗23首，圣诗23首，七鸟的主，海洋的主，请起立来吟全首。
请咱犹原徛伫，做伙仰头来祈祷。慈悲疼痛的上帝，感谢你的恩典，互阮众兄弟姊妹聚集伫遮，做伙来敬拜阿罗你。主啊，阮搁来到你的面前，谦卑承认阮有罪的本性。主，你知影，阮有时会离开你的道路，无好好用对你来的恩赐，阁袂记得你的慈爱。主啊，求你互阮会晓为着一切的过失，心内见笑甲忧愁。主，恳求你怜悯阮，教示阮知影阮的歹，洗清阮一切的罪恶。为着你所疼的囝耶稣基督，赦免阮的罪，帮助阮会晓伫你的光的内面来活，行你的道路。主啊，感谢你赏赐阮宣教中心，也赏赐阮教育的金钱，甲银行的贷款清刷。总是即时，教会犹原需要经费来还会友的借款。主啊，求你保守教会的财务，也互会友继续关心、代祷甲奉献。主啊，阮有几位高中毕业的少年团契的同学，有的已经申请到大学，求你保守因伫未来4年的大学的生活，继续参加学校的团契，也是小组的聚会甲活塞。另外，也有几位同学继续伫准备7月初的第2阶段的考试。主啊，求你保守看顾这几位考生，将因伫这段日子所准备的，面对考试的时，正常发挥，会当考调理想的学校，继续得到造就。这时，我要照主耶稣的教示，做伙来祈祷。阮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成，你是亲像伫天里。阮的日食今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无得带阮入地去，就救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免。请坐。请咱来看圣诗的后面，启应文63篇，启应文63篇，记载伫希伯来人书11章，咱做伙来启应。神是对所望的事有把握，对无看见的事会当肯定。对神，咱在宇宙是对上帝的话创造的。对神。阿伯比该恩献较好的祭物予上帝。虽然阿伯已经死，对神以诺无经验死，受牵线去上帝遐。以诺受牵线以前，已经予上帝认定接纳。因为亲近上帝的人，
一定着信上帝有存在。对神，哪啊对还未看到的事，有听上帝的警告。对这个神，伊定世间人的罪。对神，阿伯拉罕受掉去底要承受做产业的地的时，这个人通过因的信，拢得到上帝认真接纳。伊的旨意是爱这个人，甲咱有份伫即个安排。做伙来吟圣诗188首，圣诗188首，上帝圣经内面，请起立来吟全首。请坐，做伙来祈祷。慈悲疼痛的上帝，真理甲活命拢是你赏赐，福分的源头是对你来。阮即时要来追求你所要赏赐阮的道理，恳求圣神充满伫阮的中间。找保惠师来教示，互阮对你的话、灵命得到培养，信仰得到坚固，活出基督的模样。阮安尼祈祷是我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免。做伙来读上帝的话。今仔日要读的经文是《约翰福音》20章19节到31节。约翰福音20章19节到31节，请咱注意看，听我来读。共迄个礼拜日暗时，门徒聚集的所在，门拢关闭，因为因惊犹太人的领袖。耶稣来，徛伫因中，对因讲：愿恁平安。
伊讲了，将双手甲下下，互因看。门徒看到主，真欢喜。耶稣搁甲因讲：愿恁平安，亲像爸有找我，我嘛找恁。讲煞，伊对因分开，讲：领受信神，恁赦免什么人的罪，因就得到赦免；恁无赦免什么人的罪，因就无得到赦免。多马嘛叫做双生仔，伊是12使徒的一个。耶稣来迄时，无甲因做伙伫遐，所以其他的门徒甲伊讲：阮已经见到主啦。多马甲因讲：我若无看到伊手中的钉只，用砖头啊摸钉只，搁用手摸伊的靴个，我绝对毋信。一礼拜后，门徒搁聚集伫厝内，多马嘛甲因做伙，门关地，耶稣来，徛伫因中讲：愿恁平安。然后伊甲多马讲：伸砖头仔来遮，探我的手，伸手来摸我的靴个，毋通无信，着信。多马讲：我的主，我的上帝。耶稣甲伊讲：你看到我才信哦，无看到来信的人真有福气。耶稣伫门徒的面前要惊真侪神迹，无记载伫即本册。记载遮个是要互恁信耶稣是基督，是上帝的囝，搁互恁通过信，靠伊的名得到活命。愿上帝的话成做咱的帮助。即时要请圣歌队阿萨诗班用诗歌带咱敬拜。因要唱的诗歌是《来到主面前》。
是要请张嘉文牧师讲道，题目是开启关闭的门。各位亲爱兄弟姊妹，大家平安。耶稣伊对死搁活，是咱基督教信仰的中心。若是耶稣死，无搁再搁活，安尼就代表伊毋是真神，因为伊无赢过死亡的关系。明白耶稣的搁活，毋是一件真容易的代志，因为搁活甲咱的理性、甲咱的常识拢无符合。所以接受耶稣基督会当做咱的救主，有一个上界大的困难，就是咱要怎样来明白搁活的这件代志。事实上，毋单单是咱，连耶稣上界亲近的门徒，拢真学伫理解耶稣搁活的事实的这个意义。今仔日咱要借着咱所读的这段经文，也就是门徒的经验，咱重新来思考耶稣对死搁活的这件代志。今仔日咱所读这规段的圣经，其实是两小段的故事来组成。头一段是19节到23节，第二段是24节到29节。这两段故事拢提到搁活的主耶稣有门徒来显现。值得咱注意的就是，这两段故事相时也拢提到门徒所聚集的所在，门拢关着。19节讲，共迄个礼拜日的暗时，门徒聚集的所在，门拢关着。26节佮讲，一礼拜了后，门徒佮聚集伫迄个厝内，多马嘛甲因做伙，门关着。这两段的经节拢详时讲到门徒聚集的时阵，门拢关着。为什么呢？因为因真惊吓，因惊什么？因惊家己会陷入甲耶稣同款的下场，所以因将门关着，掠准安尼，就会当来面对家己内心的惊吓。这群门徒因真惊，因必须爱倚靠这个关起来的门，带予因淡薄的安全感。但是门徒将门关着，无法度来抵挡内心真正迄个惊吓。暂时嘛暗示讲，其实因毋知影耶稣已经搁活，因无明白耶稣要搁活。关起来门嘛暗示因对耶稣的搁活心有犹疑，或者讲因并无相信耶稣搁活的这件事实。约翰福音的20章的头一节，第一节甲咱讲，耶稣搁活是伫7日的头一日，伫迄一日的清早，麦达列的玛利亚又发现耶稣的梦已经空。麦达列玛利亚是头一位确信并且见证耶稣搁活的人。伫约翰福音20章的第8节，讲伫玛利亚的带领下面，西门彼得甲另外一位门徒，因就入去伫迄个梦，看了因就相信。伫第9节后面嘛留一小段，伫讲到讲，因也未了解圣经的话，讲伊一定要对死人中搁活。这是什么款的意思？是讲其实因真正无明白耶稣为什么要对死人中搁活的意义，因为无明白，所以致到因的内心产生了惊吓。经文的19节记载耶稣搁活的迄一天的暗时，一群真惊的门徒因聚集伫一间厝内，因将迄间厝内的门关着，望会当求平安，无互敌对的犹太人的领袖来掠去。但是迄天阴暗经在甲咱讲，有一位门徒无伫因中间，迄个就是多马。
但是经文到伫第26节，佫有记载讲，多马甲其他的门徒各一摆聚集，迄是伫一礼拜的以前的代志。除了多马以外，门徒拢有见到国外耶稣，但是伫因聚集的所在，门各一摆关起来。这个关起来门，就是伫暗示门徒因毋若真惊吓，因心内犹原无明白，因的心内无相信。因为伫门的内面是惊吓忧愁的门徒，因聚集做一伙，迄个时阵因并无法度做啥物。门关起来，虽然抵挡了犹太人的迫害，但是嘛表达即群门徒内心的惊吓，就哪亲像互黑暗来压看，连耶稣国活的迄个光嘛无法度照入伫门徒的心中。黑暗若是大活，耶稣国活的光就渐渐来消失。诚做一个基督徒，咱常常嘛会面对心中的犹豫，面对咱心中的惊吓甲不安，那亲像将家己来关点伫迄个属灵的黑暗的中间。但是耶稣国活的光会帮咱突破这一切的阻碍，带来光芒甲光明。所以有时阵毋是将门关着，安尼就会当免惊，乃是爱将门来拍开。互国活的光会当照入伫咱的生命，咱才有法度去体会迄个平安甲喜乐。捌有人做过调查，即个题目就是：你感觉你进入教会上界大的困难是啥物？你进入教会上界大的困难是啥物？令人感觉意外的是，阻挡人会当进入教会理由，并毋是讲人无法度接受耶稣做救主。嘛毋是无相信耶稣捌对死过活，进入教会上界大的困难，竟然是我入去教会无有人插我。到教会一段时间了后，会感觉都有去教会，但是教会拢会拍招呼，但是人甲人的中间，那亲像就是挂一个面具共款，表面拍招呼，但是实际上迄个内心的感觉是冷淡的。彼此的关系嘛是疏远的。我毋知影这是毋是新朋友来到伫教会会感受到进入教会一种的心内的体会甲困难。教会看会见的大门是拍开的，但是有一个看袂见的门，伊是关的。伫即个关的门的外面是一般的社会。但是，这个看袂见的门，伊关在的内面，是一群行袂出去的基督徒；外面是一寡无认捌耶稣的人，因无法度借着这个关的门，行入来教会。当代有一位真有名的社会科学的思想家，叫 Tom Simpson 的这个博士，伊伫2017年有一篇学术的期刊有提到讲，信任是现代人文社会所面对一个上界大的危机。我真同意伊的观点。伊讲现代甲后现代，逐种真外在的这社会的表现，徹底来讲，就是有一种惊吓。因为这种惊吓，在表示讲，其实咱毋知影会当相信啥物，咱嘛毋知影咱会当相信啥物款的人。伫新的一代的社会群体，对伫现代社会所有的理想，拢抱着一种的存疑，一种的质疑。上界大的程度，就是新的一代的社会群体，一直不断地看见，一直不断去经历的，就是现代所有的理想，伊有无完美的一面。除了因家己本身经历的以外，其实所看到的拢无完美。理想嘛无完美，比如讲，伫厝里关系会破裂，伫厝里的关系应该亲密，但是却经历迄种疏远、迄种破裂。伫教会内面看见领袖假冒伪善，伫社会国家看到的是当权者伫各种方面的剥削以及社会各种受压迫
无公义等等，加上种种的社会媒体加速来拍开因的眼界，所以因所看到的是人生种种的状态。所以教会看见的门是对外来拍开，但是却有一个无看见的门是关的。伫这个门的内面，有一群心中存着犹疑、担心、不安、惊吓，并且彼此无信任的基督徒。因为咱就是踮伫安尼的世代中间，就亲像新朋友到伫教会会感受一般样。教会关闭的门内面，诚做基督徒的咱，伫家庭、伫学校、伫社会职场、伫大环境的中间，咱因为无信任甲惊吓，咱会真惊了受伤，真惊失败，真惊互人看袂起。有时阵想要找一个所在位，将家己来稳重，嘛感觉做人毋免伤过真实。反正这个社会，反正这个世界，无有啥物是可靠的，无有啥物是通相信的。甚至来到伫教会，咱的心嘛要保持一寡的距离，将咱的心关闭嘛是真好，因为咱有同款的惊吓。这款的惊吓，互咱无法度真正来拍开心门，来建立迄种真实的互相接纳，或者是彼此相听的关系。这款的惊吓，互咱对看袂见的上帝嘛心存犹疑，因为这个世代的确无有啥物是通好信任的。对伫教会新朋友，咱嘛真困难、真主动，一摆搁一摆去熟悉、去建立亲密的关系，或者是对伫因的熟悉，会当来接纳因。对伫无介意，可能嘛会对咱造成麻烦的人，咱就心内底有一种无欢迎、想要主动的一种想法，无想要真正去接纳。这有一世看袂见的门关的，虽然互咱淡薄仔有一种安全感，但是嘛阻挡咱甲这个国外的主相拄。咱拢知影台湾社会近期有一款自我矛盾的一种的情形，就是讲教会表面上欢迎所有的人拢会当来到伫教会，所以会拟定种种的宣教小组的策略，来吸引真侪人来信耶稣，会当进入教会。但是另外一方面，教会嘛将所谓爱坚守的信仰的价值，来当作是社会道德的门，然后将这个门关咧，来拒绝互一寡咱认为是无符合信仰价值的人来到伫教会。所以这种关起来的门，互咱是一种真虚假的安全感，嘛阻挡咱展现国外主迄种国外画面，也阻挡咱甲国外主相拄。因为国外开力带互咱的是一种更新甲改变，这种改变会当互人甲人中间的隔离带来真正的医治甲愿望。所以教会应该爱拍开这个门，互基督的听来融化这个惊吓，或者是无信任，真侪伫这个世代中间会当彼此接纳、互相扶持的一个群体。世间人来见证活出这个信仰的真谛。今仔日这两段经节，咱除了注意到这个门徒自执的时阵，门拢关在以外，咱会看到当时的门徒因真惊吓。耶稣伫这段经节讲，伊将家己的手的伤痕，甲伊血压的伤痕来展现互门徒看。这是为着要门徒来证明讲，恁眼前所看到的，就是恁的老师，就是恁的主。展现讲，这真正是受钉伫十字架死，然后搁活的主，伊毋是鬼魂。伫惊吓、绝望中间的这个门徒，耶稣面对因的时，耶稣对因来讲，愿恁平安。愿恁平安。这分别有记载伫今仔日的经节中间的19节、21节、
26节。另外，耶稣嘛伫约翰福音14章的27节，以及16章的33节，有2摆提到讲，耶稣要赏赐跟缀伊的人有耶稣伊家己的平安。耶稣讲：我将平安留予恁，我将我的平安赐予恁。我赐予恁的，甲即世间底予人的无共款。因为即个世界的平安是财富，是物质丰盛所带来的安乐舒适。为什么耶稣的平安甲世界的平安无共款呢？耶稣基督伫十字架顶所讲的最后一句话，就是完成啦。耶稣为着洗清咱的罪，受钉伫十字架顶，成就上帝拯救百姓的救恩。因为这个宝贵的救恩，互普天的人会当得到真正属天的平安。这个平安是国外的耶稣带予相信伊的人得救的一个保证。这个国外耶稣所赏赐的平安是真平安，是咱会当得到安慰、得到喜乐的根源。安尼平安是指什么款的平安？是指伫一个人的内心会当无受到外在环境的影响的平安，是指人甲上帝以及人甲人中间有一个和好的平安。有耶稣所赏赐的平安，人的内心才会当有真正的喜乐。领受安尼平安了后，21节耶稣讲，伊就找见门徒。23节耶稣佫讲，赏赐圣神予门徒，并且予因权柄甲责任。所以耶稣将伊的平安赏赐予门徒，也赏赐予迄一位心中存着犹疑的多马。咱毋知影为虾米耶稣第一摆向门徒显现的时阵，为虾米多马无甲遐个门徒做伙？我咧想，如果多马甲其他的门徒若是做伙有拄着耶稣过活的时阵，检采多马就相信耶稣过活也无一定，因为多马伊是事后听其他的门徒在讲起耶稣过活这个真奇妙的经验，但是伊听了后，伊心中存疑，无相信。伊家己心中认为，伊必须爱亲自家己领受一个真特别的神迹，或者是讲，伊仰望伊期待，伊会当家己有家己所想象、所认为的迄个，才是神迹。伊才愿意去相信耶稣的确有对死过活。所以，当过活主耶稣多马来显现的时阵，耶稣对多马讲啥物？伊讲：毋通无信，着信；毋通无信，着信。其实，即句话的希腊文，伊的文法就表达了讲：你毋通一直无相信，乃是爱继续不断相信的意思。若是搁较白话来讲，就是你毋通做一个无相信的人，你乃是爱做一个相信的人的意思。耶稣邀请多马来看伊手中的钉痕，甚至会当用手去摸伊血液的痕迹。请咱注意看经文的第27节到28节的描述。多马最后敢有真正将手来摸耶稣迄两个伤迹？敢有？事实上无。多马虽然伫即个进程，伊一直咧强调讲，若是无看到、无摸到，伊无爱相信。但是伊只有是看到过活耶稣，伊就相信。所以面对心中有犹疑的多马，门徒甲伊做伙，门徒嘛无有其他的方法来甲多马说服，因只有是陪多马继续伫信仰的群体中间去经验一种的团契，因为门徒其实内心伊的惊吓是真实的感受，耶稣的过活嘛是真实的代志。但是咱知影，这个信心的过程、信心的旅程，是一种继续不断爱超出去行一个路程，
是领受查验了后，咱会当去经历一种上帝恩典。所以咱看到这个门徒，因对耶稣真久的时间，对耶稣来头前行，去经历侪耶稣所行的神迹的奇事，嘛听见耶稣的教导。理所当然应该对耶稣所行的神迹，因袂感觉真兴奋。所以真显然，咱就会当知影，对伫咱头脑所想的迄种知影，一直到咱心内要真正来相信，这是一条可能会真久长，并且是真奥秘的一个旅程。毋是真好人会当掌握，嘛毋是任何的经验也是方法会当来促成。所以门徒伊毋是无爱相信，因真是因的心内有惊吓。这种惊吓是真真实，并且真合理的一种的感受。因为只要是人目睭看到的，才有准算。所以咱嘛会当去体会迄个多马伊心中的犹豫，或者是伊提出的一种的抗议，嘛是真真实。所以更较侪研究，更较侪的见证人。那亲像罗伯哈多伫迄个时阵来说服德马相信，检查，咱会当有一个结论，就是经历过活的这件代志，本身就毋是说服，乃是来自于上帝恩典检视。最后，德马告别伫伊眼前所出现的这位国外耶稣，是伊的主，是伊的上帝。德马的信仰告别。也回应约翰福音伫起头所讲，约翰福音起头讲创世以前就道，道甲上帝同在，道是上帝。约翰福音伫起头的所在宣告，耶稣基督就是道，这个道就是上帝。然后伫结尾的所在，约翰也借着多马的嘴来证明，耶稣基督的确就是上帝。咱看见门徒两摆自集，拢将门关起，因为因陷落伫惊吓甲绝望的中间。门徒的困境只有耶稣会当来解决这款的问题，所以国外耶稣门徒来显现，就代表门徒因的望无落空，代表耶稣伊应该赢过迄个死亡的关系，伊的确就是上帝的囝。上帝赏赐门徒甲伊同款有同款的权柄，所以国外主门徒来显现，互门徒的心搁一摆来得到坚定。门徒的心对迄个时阵就开始对伫惊吓、忧愁的中间来变成做喜乐。事实上，门徒得到喜乐，这要求毋是耶稣的目的。国外耶稣门徒来显现，更较大的目的，就是要赏赐门徒平安，以及赏赐门徒圣神。耶稣伫受定的进前捌讲过，讲我将我的平安留予恁。所以基督徒所领受的，毋是这个世间的平安，因为这个世间的平安是财富、是物质、是权力。但是耶稣所留予门徒的平安，是超出咱所求所想的平安。所以喜乐的门徒领受平安甲圣神，会当做啥物？迄个目的就是要互因得到将即个关闭的门拍开的勇气，要互因袂因为即个世界反对耶稣，即个世界打击门徒，或者是伤害咱、伤害门徒，因为内心的惊吓，致到咱继续将门关闭，毋敢行入去即个世界。国外主赏赐平安甲圣神，互门徒心中的惊吓变成做喜乐，互因得到勇气为主来做见证。所以今仔日，主嘛爱咱对伫关起来的心门中间行出来，依靠主的平安会当来拦破这个世界。伫真济反对，兼且会当伫遮的中间，包括有伤害咱的声音的中间，咱有缘爱为着主来发光。我想这检测就是当代社会对伫咱所互咱的挑战。伫教会大门的内面，基督徒会当真欢喜、喜乐、快乐来敬拜，嘛会当有真好的交陪联谊。但是咱
有真实的敬拜吗？有真坦然的肢体关系吗？毋那安尼，咱检采可能有时阵也失去行出教会大门，即个世界见证耶稣已经过活的勇气。但愿耶稣对门徒所讲“愿你平安”，即个真正的平安，今仔日也会当对咱每一个人来讲“愿恁平安”。这是过活耶稣所予咱的安慰甲喜乐，是对咱的应允，以及应允甲咱同在的一款的真正的平安。这种的平安会带予咱对惊吓的中间领受气力，并且有勇气门外面来行出去。耶稣所享受的真平安临到咱的时阵，咱才会愿意这个无平安的世界来见证有一个真正的平安。所以换一句话来讲，只有当基督徒家己先领受上帝遐来的真正的平安，咱才有气力甲行动实际这种的动力，世界来见证这款的平安。反倒来讲，咱嘛是爱去反省讲，当教会将门关在内面，咱在大声话讲平安平安，但是有的教会唔愿意将门来拍开，世界来宣告上帝平安的时阵，其实迄着反映一项代志，就是伫迄个门的内面的基督徒，因并无真正的平安。所以不管伫教会内面学乐的诗歌，偌尼啊感动人，会众的情绪是偌尼啊激动，平安只不过是一种想象，是无法度来催逼基督徒，世界来见证这款的平安的。所以国外耶稣已经咱来显现，伊亲自咱来见证，伊已经过活的事实。虽然咱拢毋是耶稣过活第一手的见证人，但是耶稣予咱有一个应允，伊讲无看见就相信的人是有福气的人。耶稣的意思，毋是要去毋是要去看迄个多马伊见证耶稣过活的经历是无好的。耶稣的意思是讲，后来信徒虽然袂当有份伫多马的见证甲经历，但是因为读到或者是听到多马的见证，咱就是爱有份伫多马的信心，这款的人是有福气的人。事实上，对伫规本约翰福音来看，若毋是多马以及其他的信徒来见证了耶稣基督对死人中国活，我相信这就袂有基督信仰的传播。咱相信多马伊见证了耶稣基督的过活，对伫伊本身的信心有真大的坚固。伊对犹豫的中间，就成做一个无搁再犹豫；伊对无相信的中间，就成做一个无搁再无相信，乃是相信的人。所以伫主后第2世纪宣教历史中间有一个真重要的传统，就是这位本来是遵照犹豫的多马，后来到伫印度的北边，嘛起做了印度，反倒爱做一个相信的人。虽然这是2000多年前见证耶稣过活的门徒，咱也毋是迄当时的门徒，但是咱拢会当得到恩赐来分享因的见证，递到咱的心，咱的信心会当得到坚固。这并无代表咱的信心就较低、较少、较细，或者是讲咱所得到的祝福就较少。事实上，使徒彼得捌讲过，讲恁虽然毋捌看到伊，嘛听伊，现在无看到伊，犹阁信伊。恁有用言语袂当表达极大的欢喜，因为恁会得到信的结果，就是灵魂的得救。所以最后，约翰伫结束的时阵，特别伫今仔日所读的经节第30节到31节，伊讲耶稣伫门徒的面前要行真济神迹，无记载伫这本册。记载这个是要互恁信耶稣是基督，是上帝的囝。佮互恁通过信，靠伊的名得到活命。这个信伫遮所讲的信，伊的希腊文的文法就是咧表明讲，
恁爱继续不断来信靠耶稣基督，就会当因为伊的名来得到活命。恁爱继续不断来信靠耶稣基督，就会当因为伊的名来得到活命。所以，亲爱的弟兄妹，伫过去30几年，台湾教会在流行教会增长的理论，为着教会的增长，有各种无同款的策略甲方法来引进台湾。不管这个方法有效无效，伫我的观察的中间，这个教会的增长只不过是成做这个教会唯一的目标。那亲像将人来带入去教会，就甲人关伫教会。将这个人关伫教会大门的内面，然后甲这个人讲，教会外面非常的危险，充满罪的罪恶。教会外面是罪恶，教会外面是无平安。只要踮伫教会内面，门关起来，安尼就好。所以，咱会当看见伫教会真大型的教会哪来哪济，但是教会对伫社会影响却哪来哪弱。教会要开这已经关起来的门，或者是讲将关起来的门拍开，这是一种真无简单的决定。但是国外耶稣伊爱伊的门徒，会当将关起来的门拍开，因为将门关起来，表达的毋是真正的平安。只有国外耶稣家己本身，才是真平安唯一的来源。所以，咱会当知影，耶稣伊伫礼拜堂的内面，耶稣嘛伫礼拜堂的大门外口，耶稣伫街头，耶稣嘛是伫受苦的百姓中间。教会大门，迄个外面的世界，要怎样会当知影教会有真正的平安？安尼就是爱教会将这个门爱拍互开，教会内面的基督徒爱勇敢这个世界来见证耶稣有国活，伫伊的内面有真正的平安，安尼才有法度伫这个世界中间来做耶稣是平安的见证。只是请咱做伙同心来祈祷。主爱上主，阮较无甲受定伫十字架顶，以及对死搁活耶稣基督有亲自三拄的经验。愿你帮助阮会当真真实来认捌你，也相信耶稣是基督，是上帝独生子，并且叫阮这信你的人会当因为你的名来得到活命。因为你的所做、你的所行、你的圣性，也搁一摆，互阮的心得到激励。阮知影有时阵，阮的惊吓是真实的，阮的犹豫甲不安也是真实的。但是主耶稣，你的国活嘛是真实的。恳求主你的话，甲你的圣性，搁一摆常时做工伫阮每一个人的内面，互阮的心门会当因为有你国活的光来光照，阮愿意来拍开，愿意来面对，愿意为你的名来勇敢。主啊，帮助阮伫国活的困难的内面，愿拢会当得到真正的平安甲勇气。愿同心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做伙来吟诗回应上帝的话，圣诗108首，圣诗108首，伊来唱人来，请起立来吟全首。来
请坐。这时，咱要为着下面的事项来祈祷。第一项，为着司机儿童营的筹备，甲辅导义工的邀请。第二项，为着今日下晡福音地会，甲山庄圣牧师的分享。第三，为着台湾国家大岛守护民主、人权、自由，请咱做伙出声，同心来祈祷。这时，要请李伯宣执事带咱做结束的祈祷。阿爸爸上帝，感谢你无惜家己的独生囝，将上好的礼物赐予阮，互阮知，我嘛要将一切上好的，就是对你来的福音、你的话语、你美好的创造、你满满的祝福，甲阮的家儿分享。今年暑假要开始。教会伫7月初1到初5要举行儿童营，求你手事同工有智慧，同心合意，彼此帮赞，顾保守一切备办拢顺利，有适当的课程、趣味的活动、安全的食物。求你甲阮同在，感动搁较侪兄弟姊妹愿意做义工甲老师，伫家己心中也福音的种子。加做因一生的祝福。疼痛的主，今日下晡教会要举行福音代表会，愿将一切事工仰望交托伫你手中，恳求你看顾代表会的各项代志，无论食物的备办，每一位参加的人的平安甲感动，诗歌敬拜，真牧师的见证分享，而牧师的呼召。每一个小组的讨论甲祈祷等等，拢有对你来的祝福，你宝贵的夜空。求你的神伫阮中间，青眉的你互阮看见，失败的你感动引带，伤心的你安慰扶持，互阮的智慧加做你荣耀的见证，充满你的权能甲荣光。公义和平的君王。感谢你保守台湾的政治发展，对威权到民主，对过去瓦酷中国，即马是世界的台湾。当阮的自由民主犹原面对侪侪挑战，外面有中国阿爸政权的武力威胁，阮的岛内面嘛有政客人民甲中国战声，为着家己的利益，甘愿出卖良心。也是看家己比别人较大、较悬，无重视上帝国的价值，是大个爱互在世的，做正人的奴仆。恳求主继续看顾台湾的民主、自由、人权，行伫你光明的道路。愿你互公义亲像大水直直流，特别是互有地位的人会谦卑、有贴心，为阮的土地做伙来拍拼。阮安尼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门。阿门。这时咱来奉献。
会众请起立，迎奉献诗来祈祷。请坐。这时我来报告，请咱掀开周报来看通知事项。第一项，本会邀请张嘉文牧师伫第一场礼拜当中讲道。张牧师目前是寿山中会罗雅教会的主任牧师，咱用普仔声甲牧师感谢。等下礼拜煞，请小会员到203教室参加座谈会。第二，今日下晡1点半，教会伫大礼拜堂来举行福音的茶会，邀请詹宗信牧师来见证分享。主题是土地公的客囝信耶稣，一位初代基督徒的信仰旅程。欢迎兄弟参加。中昼12点，伫B院的教室有准备简餐。第三，为着邀请社会大众参加教会的祈祷会，6月份开始，祈祷会改伫礼拜5的暗时7点，欢迎兄弟邀请朋友来参加。第四项，暑期儿童营定伫7月初1到初5，伫教会举行。欢迎兄弟邀请国小的学生来报名参加。另外，营会也需要同工辅导青少年的同工，有意愿的请找细方长老也是办公室来登记。第五，本会甲台湾圣经公会举办圣经的讲座，定伫拜六早起10点，伫大礼拜堂，邀请联合圣经公会亚太地区翻译顾问黄世木博士来演讲圣经翻译的历史，对阿兰文到中文，欢迎兄弟参加。第六项，促进查经班甲台湾人权促进会定伫拜六下晡1点半，伫小礼拜堂举办人权护台湾的座谈，主题是台湾有难民吗？欢迎参加。第7点，促进查经班定伫6月29拜六暗时7点，伫 B 院的教室，邀请美国籍的华文独立作家于杰来
分享伊的册《美好的仗：民主英烈传》第1卷。具体的消息，谢梦如执事甲吕冠恩姊妹的后生谢宇谦，伫6月11透早出世，某仔囝拢平安，甲因恭喜。其他团契的消息、教界的消息、讲座、事工的聚会、侍奉者的安排、顶州奉献、本州聚会、甲大道事项，请咱家己看。只是请黄春新牧师来补充介绍甲请安。特别提醒吼，咱今仔日下晡有福音大会吼，所以请咱兄弟无论你也报名，一定爱来参加吼。若临时要报名的，就甲迄个春晖长老讲，也是东港永颂长老是迄个不分区的啦吼。无你无带一组的，就是永颂长老带迄组的就对啊吼。所以下晡吼，欢迎咱会当邀请朋友来。即马目前是报名140几位啦。我相信吼，可能搁较侪的兄弟会参加，所以咱欢迎下晡来听吼曾宗圣牧师甲咱来分享伊的信仰的经验。我捌听过，所以迄个内容对咱的确有真大的这个帮助。特别咱伫台湾咱侪朋友兄弟拢对无共款的信仰要咱讲跨界啦吼，要进入教会。这中间亲像坦多啊牧师的讲道中间，咱拍开大门，望会通有侪人入来伫咱中间，咱嘛爱行出去哦。因为咱行出去，这嘛代表因为咱内面有平安，平安的气力的确会通成做咱的帮助哦，互咱甲人会通建立迄个水的这个关系哦。所以下晡欢迎咱会通踊跃吼做阵来参加。这是我来介绍咱中间的来宾吼，直接来介绍一位吼连子倩，敢是？请问坐伫大哦，二楼顶吼哦，咱拍鼓甲因欢迎。咱也甲咱的兄弟吼彼此请安，愿上帝施恩赐互咱正大家。做伙来吟圣诗401首，愿全能主上帝，请起立来吟全首。吟诗煞，请张嘉文牧师来接导。因我的上帝，你就是阮的开始甲结束，求你做阮的出发点甲天堂目的地，也陪伴阮今仔日的旅程。求你用阮的手来参与你的创造，用阮的人生来带予别人你赐予这世界的新生命。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上帝疼痛、圣神的相通，甲恁众人之地，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日岛闭会，
若有需要带倒的兄弟，请到礼拜堂外面的雨伞骹。其他的兄弟欢迎参加地饼会的交易。